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7日嘅客家新新闻，我是陈彦祖。今天的客家新新闻呢，我带大家呢来怀念一个文学家。呢个文学家呢，就系人讲系台湾文学之母钟秀珍先生。钟秀珍先生呢，伫草案部差唔多7点人嘅时间，家副刊研究表示讲，佢系伫水到一般时，水啊就转介。嘅其个专家个后呢，其总共系数年96岁。唐东呢一啲消息呢，其实呢，大家呢都知道讲都唔判得没有动作强哦。故说呢，廿几年呢，其实呢，像系廿个总统蔡英文，未伫走草案部时节，主动将呢伫面书上来发文中来表示委托。嘅总统蔡英文呢，佢就貼出一種呢同鐘秀珍共下來參加發通嘅相片，佢就講到，其實呢鐘秀珍先生本佢嘅感覺就像係自家福開老人家中央對佢係同關心，尤其係鐘秀珍先生佢一生年對為到客家文化來打拼，為台灣文學來打拼。尤其呢，喺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台灣作家呢就讀到係用語言來轉換對日本化轉換到華語應用嘅困難，故所呢也條相互愛來加油。幾時間呢，鐘秀珍先生佢就企出來，佢就發起一類文友同心，為留台灣呢作家牽起來、串聯起來呢，面對台灣嘅文學界帶來動態嘅影響。呢鐘秀珍先生呢，佢個性呢，其實呢，大家呢都唔判得。不過呢，蔡英文佢就表示講，大家呢會永久記得一類鐘秀珍先生對台灣文化韓國有客家文化嘅貢獻。再來呢，這個愛來看到，其實呢，啲錯別嘅鐘秀珍先生個性嘅消息傳出來過後，唔但像文學界都知道講都唔判得。佢從假新曲，呢就係前立法委員，韓國呢係前桃園市客家區嘅區長鍾傑安，沒有呢啲假面書上發出嚟一類樣片來懷念鐘秀珍先生。嘅地度呢就講到同道呢嘅鐘秀珍先生對假等呢，韓國呢佢對客家文化態度同心意。稍後呢影響下來看亞太樣片。我在有年能干的俺老婆光阴，希望多加油，加油！好，我们加油！三忙大兵，三忙大兵啊！啲家嘅樣片前面時間呢，一直看到呢，鐘秀珍先生呢係同家新區鍾傑安來講話。嗰時間呢，也嚟前立委呢，鍾傑安佢係將用客家身份來宣導來送音樂嘅民進黨嘅部分去立委。嗰時間呢，佢話去立法院嘅時間呢，鐘秀珍先生呢就特別同佢加油哦，希望呢佢好好來打拼，為客家來打拼。看到呢嘅樣片呢，真見本年係知道講動感通哦。其實呢，佢哋鐘秀珍先生佢唔但將啲文學界有動重要 TV， 其實呢，佢啲客家文化一部分沒有動態嘅貢獻哦。從佢啲2015年嘅時節，總統蔡英文韓啲天選總統嘅時節，就有邀請佢共下來參加一個浪漫台上線嘅政策嚟發布嘅記者會。
其实前的总小姐先生就讲出一句动感通人的话，佢就来讲到的假使呢无合法，嘅行人就会唔见贴咧。而清楚有呢就会针对讲廿多年来其实呢合法速度强势年年的影响，就强强就会唔见贴咧。佢就同小李讲，假使合法唔见贴咧，嘅可能呢嘅社会方睇價呢就唔提供馬上係行業，尤其一啲客家文化就可能會形成暗用就團體咧，而係對客家文化傳承一部分係非常非常用心，面對客家嘅未來嘅發展係非常非常嘅受利用。而家來呢，這個我嚟帶大家看到一段影片，其實呢，鍾小姐先生佢啲當久以前就對客家系列作者有特別嘅來牽引，希望呢台灣嘅文化這裡好好來發展，尤其啲客家作家一部分亦有特別同大家來照顧到。温柔通信，在經濟社會結社嘅感染勢退，傳起嚟北中南中，跨入提北老年機嘅感情，北中少節，南中立科，客家有名嘅代表人物，咪係台灣文學史學兩個重要嘅作家。從戰後1950年開始，台灣的作家沒有一個，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一個不跟鍾肇政通信的。寫信比他年紀大的人，寫信給他同輩的文友，甚至鼓勵這個後進。他其實就是想要帶動台灣文學。而入轉往嘅時呢，讀兩攤嘅鍾肇政，留讀美濃嘅總理科，當年前嘅功能文學社會老認識，因為太關鍵，兩個人行創作嘅路都受到當多嘅限制，所以也會相互同寫。民國40年開始寫東西。第一篇文章，民國40年，民國34年光復，所以6年後我就開始發表。投稿，退稿專家，10投9退。誰看中鍾肇政啊？他要把一個稿子拿去投稿，都是非常困難。那鍾理和也是一樣啊，但是他認為說什麼是對的，啊，什麼是應該堅持的，他們就從這樣的一個很辛苦的過程啊，從那個邊緣慢慢的把這個核心建立起來。鍾肇政留鍾理科，命運東上強，文學理念強弱，偏偏相撞又都係行業，偏因和華道基調係親兄弟，其實兩個人一個讀北，一個讀南，所長10歲。客家貴姓人都默是見共面。民國49年，鍾理科不偏過世，而且到了這時間，鍾肇政將正經行業，鍾理科大家喎。父親過世嘅時節，人們就叫我親傷心嘛呢吼，嗰啲一生之中啊吼，老實講，像伊哋安尼嘅文學，英文學認識英文學。結成用啲樣嘅一種感情嗬，實在也係非常可貴啊！經過了42年，鍾老都廿年前接受客家電視台專訪嘅時節，講到鍾理科還係當悲傷。鍾理科過身過後，鍾肇政同樣溫柔主持嘅鍾理科遺作出版委員會，hand到3張年之內出版嘅鍾理科嘅第一本小說《二》，得到動態嘅回響。接下來還繼續關心鍾鐵美未見心機，而唔單止對我嘅父親有一種嘅感情啊，對我哋一度自也像錫自家嘅親兄弟嘅滋養啊咧。照顧我哋，我哋一生人吼，我寫文章，起嘅我不慢看啊，本收真熟看。美濃鎮尖山腳下嘅鍾理科紀念館，暫時能記以聲音嘅創作，淳樸又動有感情，係30年代農民文學嘅典型。在台灣，這個因為有鍾理和這樣的作家出現哈，所以才影響到後來，慢慢大台灣的作家哦，這個強調我們台灣鄉土。
我相信七家嘅愛，也為二世紀存做公民嘅指標。你係總理府以聲音三萬寫作嘅通力，未賦予中少節寫魯本法，強用安龍曼安建設，行人嘅親親，除了兩個人信奉，你看到咧。客家新聞潘景路、汪小琪推俾報道。啲家新聞影片都可能做得看到一個總小鎮同總理府，雖然呢佢兩者都忙是見面，不過呢夾到大方一個文化就有暗沉的感情，只才看到本人同感通。呢個總小鎮先生為本人講係台灣文化之母，唔但將呢佢係認真啲文化界有動創有嘅表現，其實呢認真佢咪非常照顧也到後撐嘅，故所呢就有人認為講，其實佢本人嘅感覺就像一個。落屋企前邊老人家安用同照顧後批，故所呢就本期一個台灣文化之母安用名聲。而三呢一直為在個地大家呢來認識到一個總小鎮先生佢啲文化也部分嘅表現。其實呢也嘅大家呢對總小鎮先生同所寫作品就係佢啲1961年發表嘅魯本法嘅作品。一篇魯本法呢都見呢其實呢係本當道嘅一道民眾呢係係懂翻音。現在呢要動到一段由老記改編從係協助天樣安用。呢次呢總小鎮先生啲一篇文章小說都好呢，主要講到對動到社會嘅觀察，韓國有對一條教育體制嘅批評咯。其實呢總小鎮先生佢係非常嘅關懷社會，而第三輪呢佢去年未有發表嘅速流三部曲。然後呢一個總小鎮先生有一個非常重要 TV， 佢就係寫台灣太后小說清做嘅一個人，佢啲1964年嘅時節就已經開始啲寫台灣人三部曲，一篇太后小說呢總共用咗10年嘅時間將寫出來。然後呢其實呢還有寫出幾篇文章，總共有高山三部曲，韓國有怒濤也條文章，總共呢有發表嘅差唔多有23篇嘅太后小說。都見呢，從一下有動到民眾，還係用無強用嘅方式來表態對總小鎮先生嘅尊敬。從喺一個魯本法就有本劇團來改編做一條劇團嘅作品，嚟看一個新聞報道。舞台上嘅演員同舞者用戲劇加舞蹈，還有多媒體影像嚟到表演藝術，來呈現魯本法呢個故事咁動人嘅部分。魯本法舞台劇導演黃憲廷講，呢個台灣青年劇團同青年高中得到總小鎮嘅授權，係小說魯本法55年來第一擺入舞台美學呈現。那這第一次的舞台劇呢，當然也是戰戰兢兢的，希望能夠用最不一樣的舞台美學來呈現大家所熟悉的魯冰花的故事。很感謝有這次這個機會，就是參與這個演出，然後也學到客語，非常的好玩有趣。我覺得在扮演他的過程當中，有點找到真正想要當一個老師的一個心情，這是我覺得這一次一個很棒的體驗。桃園市客家事務 QQ 長總結案講，他自家是看過天樣，也係天使劇版的魯本法。禮拜學生劇團演出的舞台劇魯本法，無國客接權小說的故事，呈現有淺土同城市嘅戲劇。一條後生嘅學生嘅老師徒弟來共下來參與來演出，然後一個大型嘅舞台劇，我認為也就代表一種客家教育嘅老傳承。劇團團長講，小說有13萬字，精彩故事地導入當地嘅人文情感，透過舞台劇同觀眾直接面對面演出，使得本觀眾感受到故事內涵。禮拜文化舞台劇除了18到桃園電影中心表演以外，25到桃園林演藝廳，還有27到南投演藝廳巡迴演出。客家新聞羅安泰桃園報道。就喺總小鎮先生嘅創作非常嘅多，對一個文化嘅影響未動態。故所以下呢未有動到嘅藝文團體係用無強用嘅表演方式來感受總小鎮先生嘅文化創作多方嘅感情。其實呢，一個總小鎮先生嘅文化創作一條路呢行來呢，其實呢係非常艱辛。
先来讲到，佢影響台灣嘅文化界非常沉默，佢同南部高雄嘅葉薩頭先生呢，就永遠講係南亞北中暗用嘅名聲。而這裡看到其實也係鍾小正先生佢有動到嘅一道文學創作，都係用中文來寫嘅。看起來呢，加中文動腔，唔過呢，其實佢一開始係屬日本教育嘅，而係用動到嘅時間差唔多呢，漸漸嘅會有10年研究嘅時間，將開始呢來學定用也係法語來創作，也是真係也期間佢們有動到嘅困難咯。故所呢，佢啲學校也嘅中文寫作過後，佢們呢有留一個合法用夾到一個創作度方，將來呢啲款一個路邊化作品度方呢，做到看到有動到同合法有關嘅一條詞詞啲度方咯，就會講佢雖然係用中文來創作，不過呢佢們冇填標題加緊，咪就係客家也嘅部分。然後呢佢還創辦呢一個文友同心，留台灣嘅文學家一樣串聯起來，希望呢向下呢來帶動台灣文學界嘅發展。幾時前呢，我想起下，幾時前差唔多係1950年代，幾時前冇用路，大家呢假設愛聯絡都係愛用寫信呢。嗰種呢，佢係用嘅動態功夫，韓國用嘅動作時間，將一類留台灣嘅文學家一類請出來，其實按用精神呢，是採取本人自樂共動感通咯，然後呢，佢還有從家呢啲一塊式樣片圖方有看到嘅，就從嘅樣子嘅從理科也嘅作家係冇乜嘅名聲嘅世界，佢就呢有同佢講，唔假使有乜作品，就做同我講，我就會同佢投稿，希望呢來牽成台灣其他文學家，一部分呢咪係大家請記得咯。再來呢，現在個我來看到，其實呢也嘅鍾小正先生啲影響台灣文學嘅按多年過後，佢還有其他一下呢大家請記得嘅表現，將佢有是聽傳統來寫嘅總理府嘅紀念館，還個有聽以前音樂館也都相關嘅場館，希望呢大家呢為研究記得一條相關，從係音樂家還個有文學家對台灣嘅語文界帶來嘅影響，而希望呢大家呢做得好好來看。台灣的亞風土體，那我哋到係2019年4月嘅時節，一個鍾小正文學生發園區就正式完工嘅，一個鍾小正文學生發園區喺啲慶祝時節呢，啲龍潭貴少是啲幾篇舊書嘅一個日本式嘅小說，呢係算係其中一類落風個。而呢民眾睇到幾篇呢，都做嚟看到佢嗰時仲係寫書啊，韓國有成塊舊書嘅正式嘅重建。而呢也嘅鍾小正文學生發園區，呢變作為一個浪漫台三線蛋糕，一下清香嘅素材。總統蔡英文、台灣文學之母鍾肇政、客委會主委李潤德、桃園市長蔡文燦等貴賓為鍾肇政文學生發展區共同揭幕，下地鍾肇政落戶舉行開幕儀式，象徵鍾肇政落戶開始人造，繼續傳承日本為主嘅精神。鍾老在1957年那個困難的年代發起了文友通訊，串聯了本土的文學家，凝聚了台灣文學的那一段歷史。那客家人有一句話，就是人心齊，是泰山移團結就能匯集我們最大的力量。客委會主委李潤德講，為到打造浪漫台三線起點嘅預兆，客委會為補助桃園市政府3500萬元，來讓龍潭國小日本世界宿舍，還有龍潭湖的田，還有多個來推動文學景觀再現計劃，南北為如鍾肇政是大個嘅日本宿舍，來做培訓文學嘅基地。我相信呢個呢，桃園市政府客家局嘅支持之下呢，我相信呢未來呢不但啊！你嘅對啊！你嘅文學嘅發展一定有幫助。我哋希望呢10年後、20年後，也有更多的鍾肇政文學家出現啦。桃園市長蔡文燦也講，鍾肇政文學生發展區係台灣重要嘅文化資產，同有歷史藝術嘅價值，表現體育風貌、老民嘅藝術特色。建築嘅觀察就建築桃園市文化區等六座歷史建築，文化部也補助2年認證管理經費，大約係760萬元，希望讓其維繫文化傳承老繁榮嘅搖籃。鄉下多嘅後生學生哥來接觸文學創作，產生文學創作嘅興趣老創作，還加做啲增加文化認同老參與，帶動文學風氣。係咁攞一頭突然報道。
一路看下來呢，就會看到一個鍾小正先生對台灣文化嘅貢獻。其實呢，鍾小正先生佢對一個客家一部分係非常嘅出色咯。仲係特別是客家文化基金會頭一名一個理事長會長就係佢。然後呢，有關一個報道客家天台呢相關嘅實例，佢咪有聽出呢度，佢對客家一部分係非常嘅用心嘅。希望呢做啲繼續來嘅客話，還夠有客家繼續傳承下去。雖然講你廿多年來呢，佢見來見到些嘢，故所就卡少呢，希望會參加公開嘅活動。唔過你假使同客家有關嘅相關活動呢，佢假使身體還做得，佢就會盡量來參加。今年呢，啲年初嘅時間呢，大家前面擺看到佢呢，就係佢做上年嘅時間，第今年1年嘅時間，佢上年嘅時間呢，大家呢文化界，係我要請一條下面非主委呢，一條桃園市長都要同佢來做上面。嗰時呢，現場呢氣氛係非常嘅鬧熱，嘅鍾小正先生看起來呢非常嘅歡喜。嚟睇一下幾種事嘅情形。到中小證嘅見證下，下會飛出威力潤德老拓展始終長文產強下大概預上嘅背板，地圖呈現中路溫和燃氣嘅平面設計圖，老師則提建嘅規劃設計理想。拓展始終長文產講，能把中小證溫和先發燃氣潤潤，為老府權嘅溫和提建拓展結合，配合財體溫和老藝術創作者韓國發展相關嘅文化產業。那我們包括龍潭的大池，龍潭的商圈，好，包括到三洽水的這個魯冰花的這個茶葉的地景，我們希望能夠納進來，跟客委會合作，讓龍潭成為一個文學的一個記憶所在。客委會主委李潤德講，調過老師傅合作嘅文化，韓國提建計劃，後生年就做得了解得到客家文化。當然呢，我哋主要嘅生意呢，我哋特別也跟中路呢，報告，我哋客家係青島嘅努力嘅所在，我哋也下一代後生人呢，會繼續來努力哈。禮拜做生日，全攤老其他文化兩塊嘅朋友都係老中路做銷。突然時客家橋講，一下出睇中小鎮文化傳承重新變革之外，中小鎮文化先發展起，能擺為打造到國家級龍門推三線嘅客家重點地標，不向前看到中路當10萬建立客家文化嘅磁性，韓國客家年圖，客家新聞羅安塔突然報道。一個鍾小正先生佢16年來唔但相對台灣嘅文化界，韓國有啲客家界，其實呢佢都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人物咯。先主要呢就係講對2次世界大戰過後呢，台灣文化呢會漸漸嘅發展起來，佢咪有一個非常重要嘅角色。韓國呢從客家系列作家，韓國有客家文化發展，而呢對佢來講，咪係呢有一個非常重要嘅 TV 哦。第二邊呢，還係非常感謝鍾小正先生廿多年來對台灣文化韓國有客家界嘅相關嘅貢獻。以上呢就係28嘅客家千禧活。加上呢鄉親朋友有想對鍾小正先生呢希望呢我有限啊層面認識，多做啲呢許多嘅龍潭呢鍾小正文化身份延續來好來感受，仲係鍾小正先生佢調擺身份嘅時期，韓國有文化作品地度嘅也條相關嘅意見。以上就係28嘅客家千禧活，我係陳彥祖，感謝大家收看，大家再會。客家千禧活，客家 life， 本唔千禧嘅疫情之先。我係陳彥祖，我係葉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景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千禧活。